师兄啊，还有一个粉絲，他託我問一下你，他月經不調啊，怎麼調理一下？哇！喺呢個就叫做宮寒啊嘛，用翻我哋啱先嗰個即係養精固腎嘅呢個方法咧，因為你嘅小腹咧喺呢一度經常都受寒啊，所以用翻呢個辦法咧係令到呢一度未必係要搽塊面嘅，但係你能夠咁樣咧微微嗱企起身啦，係啦，個腳咧要微微咁樣屈一屈，個 pat pat 咧向前頂。係啦，咁啊咁樣咧就可以練翻好嗰個宮寒嘅問題。站樁，但係又唔係完全嘅站樁，因為佢淨係為咗醫宮寒啫。所以我們要從飲食、睡眠和房事上面都要有一些養生嘅方法。事實上咧，中國嘅道家嘅方法都好多。咁咧可能未來咧仲有啲八步金剛啊，或者係八段錦啊。我唔建議大家睇住網上去練，最好咧可以跟住我哋或者喺我哋線下。